该是，所以是在报告的时候就要那个。对啊，那是报告的时候。这边是上次是什么时候投？是报告的时候投吗？对。是吗？对。我也是。上个礼拜是报告的时候投。对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来到上帝圣殿当中来敬拜伊。伫咱第一场的礼拜开始的大声，请咱备办心，咱的手机甲转做关机，也是震动，互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主。请走乐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乐，伫众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。这是咱的吟圣诗315首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北稳定真正大，日日地引传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地做伴。咱着相念你的恩，日日也有存，好在的感咱变正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一直较引传，互咱稳定拢无散，开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要乐开声引声，互你的隆重三甲欢喜。请咱由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对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赦免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请坐。即时请咱三甲来交托启用文。今仔日的启用文第33篇，启用文33篇第1057页。启用文33篇1057页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。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。对前方，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我也袂开嘴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伫我的头前后照顾我。你亲手保护我。你的知识遐尼大要。遐尼关心，超过我的了解。去倒位我才会着当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道谢你。我若变就青，你伫遐。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。我若飞到日出这边，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就若伫遐，你的手嘛会引带我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。我若求暗暝黑暗，甲我含起来。叫暗暝甲我举早。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共款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你的心思实在袂算日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侪。若算袂了。嘛袂对人透彻你的奥妙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考验我，知我的意念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带我行永远的道路。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主，我要学了你。主啊，因为这个天、这个地，所有的一切万物，拢是你所想事的。主啊，你白白赏赐，互你所创造这个人类会当管理这个地面上一切的万物。我们向你来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。主啊，因为阮的生命气息拢是为你来，阮的所行所做，主啊，嘛伫主你的律例、你的掌管的当中。
主，阮有时常常会顺趁阮家己的意思，无来找求你。主啊，求你拍开阮心灵的耳孔甲目睭，搁一遍赏赐你的圣神，充满灌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当中。你的圣神自由来运行，来感动，来教导阮，互阮会当行伫属伫主你欢喜的道路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即个世界疫情继续来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保守，求你怜悯。主啊，伫新的疫情有新的病毒，但是阮知，阮要举起阮的祈祷的手，求你伸手会当来保护，求你伸手会当互即个疫情会当紧紧得到控制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真做祈祷的人，毋是干那阮家己的事，阮嘛常常为着阮即个城市、国家、甲世界的代志，你来献上祈祷。因为阮知阮袂做，但是当阮祈祷的时，主啊，上帝你的伸手献出你的作为。感谢你，主啊，伫今仔日的感恩节，阮为着一年来你献上感恩。毋管阮遇到好的事，也是歹的事，阮相信拢有上帝你好的意思。拄啊，伫旧的一年的当中，阮来孝念你的恩典。伫即个感恩的节期的当中，阮来时时会当来感谢。毋管对上帝的感谢，还是对人的感谢，对即个土地的感谢，阮你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即时咱要请即事来收奉献。今仔日的奉献有2遍吼，即届是即事的奉献。咱等下伫咱的公道以后，咱会有感恩的奉献。所以咱的周报当中有迄个感恩的奉献录啊。等下第2遍的时阵，咱较来头前放伫咱的桌仔顶，向上帝来献上咱的感恩。请即事收奉献。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迎出龙潭的记忆，我会在情里修饰，甘愿向你做起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感谢你一年的看顾、甲疼痛，伫阮事农工商，阮每一工的所做，主啊，阮的工课、阮的身体健康，阮所有的一切，主啊，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。伫今仔日即个感恩的节期，阮要特别你来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毋管阮奉献阮的时间、阮的金钱，甲阮一切所有的才能，拢互上帝你来使用。感谢你，阮甲阮的奉献。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主啊，求你圣化，嘛你来献上阮深深的感谢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请坐。即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大声，因为咱报告的时阵吼，咱上时咱嘛要来选举，因为咱顶礼拜选举了后，咱阁有。搁一边来选举，为3名的中间要来选2名的长老，所以你等下若无摕到迄个对换券选票的对换券吼，请你小举一个手的吼，互咱会当摕到对换券。等下咱要进行即个长老的选举的时阵吼，即个流程吼会比较较紧。有无摕到对换券，无你拄仔入来的时阵，无伫干事遐摕到对换券，若有的话，请你举一个手的。
哦，无吼，好，咱遮，请即书摕迄个对换卷，吼，好。知吗？好，咱今仔日吼有一位迄个王牧师嘛吼，来甲咱的当中聚会咱来欢迎伊吼，伊是王道金花，毋知伫倒落咱拍鼓仔来欢迎王牧师嘛，好，阮欢迎你吼，伫今日即期的当中会当咱参加来组织。好，这是我来消息的报告。第一点，本主日是2021年感恩节的主日，本会上午要来举行感恩的礼拜，特别来安排见证甲分享，愿全体兄弟向上帝来献上感恩。咱周备内底有感恩奉献地，咱等下公道了，咱要到台前向上帝来献上咱的感恩。嘛，祈求新的一冬会当搁较蒙福，搁较丰收。第二点，小会报告。伫顶礼拜会员的好会中顺利来选出第22届长老8名，名单如下：有区招娣、四宝林、甲余海平、甲刘明清长老、陈美玲长老、余木元长老、彭立忠长老、甲郑维仁长老。所以即礼拜咱要搁来举行第2遍的长老的选举，咱候选人有3名，要来选2名。咱需要过出席的人数半数以上。会当得票，才会当来当选。若无够应选的人数，咱后礼拜会搁来举行第3摆的选举。即摆要先选啊？讲了，好。来，第3点就是我拄仔讲过，若有在职的成人的会员吼，爱伫礼拜前伫主堂1楼的广场，若就敬中的入口。除了摕到即个选票兑换券，伫礼拜中来换取选票，所以大家拢有摕到兑换券啊吼，大家拢有摕到吼。阁有人无摕到兑换？有啊吼，好来。第4点吼，即届中级选举除了4场礼拜中分别投票，若袂当伫礼拜中投票的，会当伫拜3暗时10点进前伫办公室遐投票。拜4上午9点，会伫教会3楼会议室进行开票的作业，开票的结果会伫下周的主日来公告。第3大点，本会第16届的新生命讲座伫12月12日前，每周主日下晡3点到5点来举办，敬请学员准时来参加。那逢西同工爱伫下晡2点45准时来参加会前的祈祷会，敬请代祷。第4大点，本主日开始，本会要发送2022年由冲教会的月历。今年明年的主题是台湾100年教堂的艺术之美。咱是为一家会摕1分，所以每户是1分。那你等下若结束了，会当去1楼广场遐签名来领取。第5点，本主日下晡5点，咱伫敬拜中心有举行圣诞的点灯礼拜。会后，咱要准备即个简单的食物。若有报名的兄弟姊妹，请准时参加。若有登记坐车的长辈咱下晡4点半才伫教会坐车。下晡4点半若有登记坐车的即个长辈爱记你来教会坐车。第6点。后礼拜主日下晡8点要召开12月份定期的中执会，敬请全体中执出席，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。第2大点，即个互助社的消息，社员的加利率的贷款15万，甲军公教贷款30万，拢伫11月30日进前来查止若不动产要担保，是一年是1.8%，若有需要这贷款的会当互助社切顺来办理。告解消息，咱请牧师。牧师报告第1点就好。有报名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伫12月初4早起9点半到12点举办的即个圣诞鹅乐礼拜的姊妹
迄天的早起7:15伫教会集合出发吼，剩的大家来做家己来看就好。以上。好，咱即时咱要来做第2遍的中级的选举吼，请咱迄个选务人员吼来发选票。若无比例嘛，请举一只手的吼。若无比例，请举一只手的。咱即届吼是候选人是3名，爱选2名，吼，3名选2名哦，吼，你毋通3个拢甲9哦，安尼废票哦，哦，3名选2名吼，搁一边甲各位兄弟姊妹提醒一下，3名咱是选2名吼。若无比例兄弟姊妹吼，请举一只手的吼，咱后壁选务人员会合作去举笔互你。3名，咱当中选2名吼。敢有无比例？无比例，请举一只手的吼，互咱的选务人员会当摕笔互你。若笔无水吼，搁举一只手的，袂想笔无水啊。若笔无水，请选务人员搁摕一支新的笔。记了，咱3名选2名吼，3名选2名。这是要啥？这个较正经的，你是。我按选票啊。哦好，若已经选举好的吼，会当甲选票吼摕互咱的选务人员。后来请选务人员会当开始收票。若已经选举好的吼，咱请把咱的选票交互选务人员，感谢。有兄弟姊妹选票还未交互选务人员的无？好，好，即是咱来看圣经，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诗篇的138篇，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5节。诗篇138篇，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5节。诗篇138篇第1节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这个上帝的面前，
要唱歌学落你。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落你的名。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，赢过你所有的名。第3节，我求告的日，你就应我，鼓舞我，互我的心有气力。耶和华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的喙所讲的话。因要唱歌学落耶和华的行罪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真大。这是学落，咱要请上年圣歌队。即时讲到咱要请潘牧师，伊今日讲题是以感恩来奉师。各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主伫今日的感恩节，咱当做伙主持伫上帝面头前做来敬拜。伫讲到进前，我爱请咱的干事佩芬来甲咱来分享伊的见证，咱拍拍来欢迎。
牧师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大家面前讲主的见证。足久无讲台语吼的见证，所以等者若讲无啥认得，有国台语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伫去年的7月份，我的妈妈伊的红棍甲我下遐伊有肿起来，伊先去诊所，伊有先食药仔，注抗生素，后来有消肿。毋过阁过1个月了后，共款的所在阁肿起来，愈肿愈大。诊所嘛建议讲，是毋是爱去病院做较详细检查？后来阮就转去高医，伫高医医生就安排爱住院，伫住院嘛差不多个外月时间，无论食药仔、注抗生素，有渐渐仔消，毋过无完全消。医生就讲，安尼嘛是爱开刀、爱化验，因为后来医生讲癌症的机会，就是有癌症的机会。伫后来开刀，搁化验，伫10月底的时阵，我妈妈确定是淋巴癌，然后是第2期。伫一开始知影是癌症的时，妈妈有甲我问讲为虾米？阮兄弟姊妹甲妈妈讲，我嘛毋知影，毋过咱陪妈妈做伙来面对。因为我妈妈是盐埕教会的会友，阮姐姐是圣心教会牧师，所以伫迄个时阵。有请圣心教会、盐埕教会，佮有油厂教会兄弟姊妹，佮有牧师，拢做伙替阮妈妈祈祷。11月份，阮妈妈就开始化疗。后来经过第2届化疗了后，阮妈妈的身体伊就袂堪一啦，伊就倒的，伊食袂落，伊嘛啉袂落。阮甲伊讲话嘛无啥回应。后来佮因为有血糖的关系，佮因为血糖压悬。后来去住加护病房，伫后来出病房，因为伊化疗拢是伫门诊咧化疗，伊会当回家。伫大概回诊，医生就甲阮讲，妈妈袂当阁瘦啦。妈妈原本有60几公斤，医生伫高医住个外月的时阵，已经瘦10几公斤。后来因为化疗，阁住加护病房，伊敢剩40几。阮甲医生讲。我嘛无爱阮妈妈瘦，毋过我真正毋知影妈妈要安怎阁帮助妈妈。我去看妈妈的时，因为我妈妈即马住伫圣心教会，因为圣心教会遐是公务的，有电梯的，所以阮妈妈会得到较好的照顾。我逐个去看妈妈，我就甲阮妈妈讲，你爱加食寡，你爱加啉寡。毋过我妈妈拢无啥回应。医生甲护士的建议，我嘛拢有听。无论是啥物高热量的营养品、加精有好的，阮就去买。对他妈妈就像囡仔呢，用骗的，用鼓励讲妈妈，食一喙嘛，啉一喙嘛，安尼嘛好。大概我去看妈妈了后，因为圣心教会伫二圣路遐，我开高速公路转来，我大概开车，我就哭。我就甲上帝讲，我足艰苦，我毋知要安怎去甲阮妈妈讲话，甚至我足绝望的，我咧想讲，但妈妈安怎，我要安怎？伫安尼开安尼祈祷的时，足侪摆，上帝就甲我讲一句话，讲，佩芬，你爱感恩。我就想讲，好，安尼上帝，我就来想，我要讲为虾米？因为妈妈原本住盐埕，我们姐姐原本伫台南牧会，因为牧会4档了后，要找另外一间下一间教会，未找到的时，伊嘛是咧祈祷，透过牧师长来介绍，伊转来高雄有圣心教会咧牧会。为着安尼，我感谢主，因为安尼足方便的，我毋免奔波，因为圣心教会离高医嘛足近的。第2个，我嘛要感谢我的大兄，虽然伊住伫台北，毋过伊嘛愿意伫妈妈破病时，伊一个月拢会落来2逝3逝。因为我妈妈看到伊，并看到我更欢喜的。我讲妈妈，我讲妈妈，我比大兄搁较济来看你咧。毋过伊看到阮大兄足欢喜的。
阮兄弟姊妹嘛，安尼互相扶持，我感谢主。我伫教会上班，阮教会办公室同工，因为知影我要照顾妈妈，佮有照顾囡仔。那活动要留足久的，因拢叫我姐姐啦，无叫我阿姨。讲姐姐袂要紧，你先转去。为着安尼，我感谢主，因是我上好的神队友。我的大家、大伯、阮翁，嘛诚做我足好的帮衬。我去看妈妈，会当互我放心，会当因拢会当照顾囡仔，会当互我足放心，毋免烦恼厝内面的代志。我嘛要感谢足侪兄弟姊妹，恁的带导甲稳定，互阮一路安尼行过来，我深深的感谢主。上帝一直提醒我，莫我陷落无好的情绪。伊无爱伫我想起阮的艰苦，想起妈妈的痛苦，莫我一直看伫妈妈倒伫眠床。伊爱我来到伊的面前，来祈祷，来看伊的话语，来唱歌，来学乐伊。感谢主，伫今年的3月份，妈妈会当做最后一届的化疗，佮经过陆续的复健，因为愈来愈瘦，有复健，佮回诊，佮治疗血糖。伫9月份，整个检查，医生讲拢无癌细胞啊，只要佮爱继续追踪就会当啊。我的妈妈嘛对40公斤恢复到60几公斤，新陈代谢医生佮讲。你妈妈袂当阁肥啊哦，安尼维持就好啊哦。所以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伫罗马尼书8章35节讲，一喙要戒断咱伫基督的疼，也是患难，也是困苦，也是困着，也是骄傲，也是吞体，也是危险，也是内倒啊。第37节阁讲，反正伫遮拢总的事，咱对疼咱的得胜到有存。感谢主，因为有上帝对阮的疼，互阮一摆搁一摆对失望到有盼望，搁一摆一摆我靠上帝来得胜。今仔日我的妈妈嘛伫圣心教会做感恩节的奉献，感恩节的见证，我嘛伫油厂教会做见证，将一切阳光拢归乎上帝。哈利路亚。佩芬礼拜三讲即个见证时，我真感动吼，感动就是上帝医治。啊，另外我嘛真惊吓吼，就是讲伊讲因妈妈的下頦甲红棍仔拢肿起来，我照镜讲，我嘛肿足久安尼。我去看医生，伊做检查，医生就甲我讲一句话，讲袂当阁大哭落去啊，减肥哈。做是伫咱真上惊吓的时阵。讲笑亏啦吼，伫上惊吓伫白厅当中，会当有看见讲，即个上帝恩典。礼拜三的时阵，佩芬讲一个重点，伊讲上帝无爱互咱的眼光一直看到咱的病，还是讲咱伫即个痛苦的迄个所在。伊有形容讲，伊伫病的时阵，拢有真有盼望，拢笑笑啊，拢有真有气力来帮衬伊的妈妈。总是人伫病厅当中的时阵，脾气无好，心情无好，常常会黑白发脾气。但是伫照顾的人，咧照顾的时阵，嘛是用较正向的方式，较有勇气的方式。因为因家己嘛，看病人家己嘛惊吓，因家己嘛毋知要安怎。所以讲伊伫真身体真艰苦的时阵，心内惊吓的时阵，自然脾气就无好。所以伫佩芬就讲，伊伫病院的时阵流目屎，伫病院的时阵笑，勇敢有勇气，但是伊家己开车的时阵惊吓爱上哭，这就是咱的人生，敢毋是安尼？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有勇敢去面对一面，但是伫过以后，咱心内充满惊吓，充满充满即个对上帝无信心。总是咱拄着当时。咱慢慢啊练习倚靠上帝的时阵啊，倚靠上帝爱练习呢，对无？所以牧师讲信心是啥物？信心就是甲大家坐椅仔共款啊，就是你若是要倚靠上帝的时阵，你要坐哪毋坐咧？要坐哪毋坐咧？你坐一半就忝啦，坐落佫徛起来，坐落佫徛起来，更加忝啊！若是坐椅仔，就是咱完全就摕伫即个椅仔顶面的时阵，这就是信心。因为咱会当将咱生命当中所有的重量，
艰苦、病痛完全交托伫上帝手中的时阵，虽望咱心内艰苦，虽望咱会惊吓，总是咱会完全交托伫上帝手中。阿门。所以咱即时爱为咱咱来实践咱的信仰，搁继续为伫教会当中病痛的兄弟来祈祷，好无？咱求主来帮助，互因的身体得到医治，也为着咱教会的长辈，伫天气变化的时阵，变化真大的时阵，求主来帮助咱的长辈出入有平安。求上帝将平安来赏赐伫咱的教会当中。若是教会，咱拢是兄弟嘛，对无？拢是厝里，拢是厝内的一家人。若是厝里有人伫身体无爽快时阵，咱是毋是逐个心内都担心啊？伫即个内面看见哇，某某姊、某某兄弟搁破病、搁住院的时阵，无说心情甲大家共款，拢会忧伤，拢会担心嘛。但是无法度去看的时阵，要安怎？就是用祈祷来求上帝怜悯来医治嘛。所以咱就是为着咱的教会兄弟来求平安，咱用短短时间来为着身体软弱病痛，然后为着咱的长辈的身体健康平安来祈祷，好无？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帮助，你也是阮友商教会主。阮将阮的教会所有的长辈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伫即个天气变化的时阵，伫即个天气愈来愈寒的时阵，保守因出入平安，因的心中有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福气，会当有健全，会当有疼痛，也将教会当中身体有软弱的兄弟完全放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保守，互因会当得到医治。因的厝里的人伫惊吓当中，你也赏赐因福气，赏赐因勇气，会当来仰望主。主，愿感谢你，互阮有信心，阮来宣告兄弟。阮的教会兄弟，拢会当得到健康，因拢会当得到上帝满满稳定甲福气，用长辈放伫你的手中，赏赐因平安、健康甲满满喜乐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所以阮的学生牧区学生牧区阁有最近咧办一个活动哦，一个活动阁有像即个新闻有人知影是啥物活动无？阮塞足久的3字，知的人牧师有礼品哦，有礼品会当送你哦，有无？牧师娘毋歹啦，让互别人啦。有人知影阮学生牧区最近咧塞即个活动是啥物无？毋知，海头。莫安尼啦，查甫囝爱坚强，莫害头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影片就知啊，好无？咱用3-4分钟来看一下影片吼，来。哦，大学大学生。哦。遮的囡仔就是咱有向教会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好棒。无啦，无遮多人，遮济人。但是个来看面哦。来，好，是。
新南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扫街活动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社区，还有我们的街道，可以变得更干净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谢谢。耶！因为像我们平常在路边看那个垃圾，有时候可能怕手脏就不会去捡，那就有这次的扫街活动，我们就可以都把垃圾这样捡起来，然后虽然就是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，但是就是这样微小的行动，相信会改变很多事情。因为这是上帝的爱啊，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每个小组员我们愿意动起来，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行动，但是我觉得超级有意义的，因为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个行动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在当中做超乎我们所想的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小组可以把这个活动延续下去，让右长每个社区都变得干净漂亮，变得更舒适哦。耶！阮即个活动叫做爱可儿吼，爱可儿就是 I care， 就是我关心哈，中文意思就是我关心。所以即个活动毋若是伫感恩节，也是圣诞节的时阵来举办啦吼，是讲咱一直咧说即个活动，是因为讲这是规年的，还是讲毋是讲一年两年，是会当一直来延续落去，会当来延续落去，因为就是甲学生一定会当搁较关心咱的社区，会当搁较关心咱社区咱身边需要关心的人，会当对即个社区对人有感觉有感受。所以讲咱伫适当即个活动的时阵，我有所有的小组因家己去想因意爱因所看见所需要去帮衬的所在，所以会当继续来适当即个爱可儿的即个活动，就是因为讲。要继续互因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。讲我即摆会当出来共斗相共，我今仔会当出来服侍，我即摆会当来做即个服侍甲关心，真正是上帝的恩典。因为咱的身躯健全，咱有健康，然后因为咱会当有气力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精力需要精力的所在，这就是上好的恩典。所以今仔日的题目用感恩来服侍。用服侍来感恩，就是意思就是讲，咱伫教会当中有真济无共款的服侍。咱伫教会当中，所谓基督徒来教会，咱拢会讲我担任什物款的服侍？有人做长老，有人做执事，有人做司琴，有人做招待，有人做会计，有人管财务。总是所有的服侍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来。就是咱做好咱手中所做的工，虽然咱有真济无共款的服侍，虽然咱有真济无共款的即款的身份甲是讲角色伫教会当中，总是咱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来，以咱的性命，以咱的信息，因咱的即个脚踏实地，因咱的即款的威信，来见证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服侍的态度就是用感恩来服侍，以服侍来感恩嘛，以服侍来感恩嘛。所以讲感恩这个代志爱练习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，大卫所写的诗歌，伊第一节就讲：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这个上帝面头前要唱歌学落你，唱歌学落你。这是伊伫受到迫害。离上帝远远，离圣殿远远的时阵，伊所做的诗歌，伊讲伫遮个神面头前来学落你，就是指遮个神的意思，就是讲遮个困难、遮个对敌、遮个艰苦的面头前的时阵，我要来学落你。这是真无简单的一种的信仰甲服侍的态度啊！所以虽讲拄着困难，虽着艰苦，
对着性命受到威胁，伊游玩伫远远的所在，对上帝讲：伫遮个神面头前，我要来唱歌学乐你，唱歌学乐你，唱歌学乐，就是建造家己的信仰，起造家己的勇气。伊会当将家己的信心接连伫上帝面头前，毋是只有看见遮个神、遮个困难、遮个旷野的生命当中的艰苦，是用唱歌敬拜来到上帝面头前讲：我的神赢过遮个神啊！耶和华上帝赢过遮个困难，耶和华上帝赢过遮个无好的代志。所以虽然虽望伊离圣殿远远，总是伊讲啥物？我要你的圣殿跪拜。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乐你的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伊伫圣殿远远的所在，圣殿跪拜，就是讲我的心虽然我离圣殿中远，但是我知影上帝诚实甲慈爱无离开我。我伫困苦当中，上帝照伊的应允来帮助我。所以第三节讲啥物？我求的日，你着应我，鼓舞我，互我的心有气力。虽然无伫教会，虽然咱伫病院当中，虽然咱的是肉体病痛，虽然咱有经济拄着困难，虽然咱的家庭出了问题，虽然咱的工作出了问题，虽然有真济的困扰、真济的打击，总是当咱上帝来祈祷、学乐、敬拜的时阵，咱跪拜的时阵，毋是讲一定爱来到教会当中来才会当敬拜。伫你上艰苦的时阵，你上惊吓的时阵，伫你上心内上即个不安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来学乐敬拜。所以我听过牧师讲一句话，讲：愈无想要敬拜的时阵，你就愈爱敬拜；愈无想要祈祷的时阵，你就愈爱祈祷。伫牧师带伊的迄段时间，心内惊吓，逐工就是各种无共款的机器咧哔哔哔哔。咱大概就是看伊的伊的报告的时阵，心内就惊吓。所以我通了解佩芬伊所讲的，伫病院当中迄款的惊吓不安，无人判断迄款感觉。真侪人伫你的身边行来行去，有时病人就是医生，无就是护士。迄个惊吓的感觉真深。但是我会记有一天礼拜二的早起，阮的牧者有 RPG， 陈牧师甲王牧师。阮三个做伙来 RPG 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牧师娘的身体状况无介好，我无想要祈祷，我想要伫伊的边仔来照顾伊。我真想要甲陈牧师讲，我今日我真正无法度祈祷。但是牧师娘一直甲我提醒讲，你行RPG 哦，伊伫身体上软弱的时阵，上艰苦的时阵，我牧师娘是一个真注重家己形象的人，伊的头鬃是拢爱真济，足真济，伊爱热较足真济，爱白较足真济。伊的物件爱正，袂当歪。伊看配嘛是爱正，有家己的方向。这是伊伫上艰苦的时阵，伊的头鬃乱七八糟拍结。为啥会拍结？伊有讲，牧师啊，我的头壳足痒啊，足久无洗头鬃啊，你来帮我洗头好无？我讲好啊，但是伊伫病床要安怎洗？伊讲阮两个嘛戆戆一下，毋知影讲会当去请人来病榻迄个病床头前来洗头。然后我就去，伊就讲伊也想到一个办法啊。伊就讲，我甲你讲，你去买一个桶仔，一个壳仔，水壳仔，你来帮我洗，我来帮伊洗。洗以后了，哇，规个大拍结了，伊长头鬃咧拍结，迄若是讲姊妹，你若知影讲吼。若是洗头的时阵，伊有一个洗啦吼，但我毋知影我头鬃才缀着无，所以讲我咧洗的时阵，我拍结，对吹的时阵，我拍就是你甲热头鬃热袂开啊。结果我无顺伊的身体艰苦，又讲，你甲加掉，我就甲咱加，学袂加了，讲拢甲加掉，结果加掉以后吼，我毋敢摕镜好照，知无？讲，我就想着，我就想讲，哇，伊若看到伊头鬃，心内真艰苦，但是伊袂啦，迄个时阵伊是肉体艰苦吼，伊无法度搁来注重伊的头鬃。总是迄个时阵吼，我著家己看伊的头鬃吼，我也讲，哇，上帝嘛真趣味，上帝就讲，
你看伊的头是啥物人家的？有讲是我啦。上帝讲，你看伊个头哪会变安尼？就是我害的啦。啊，你看伊的头是啥物人家的？是我啦。结果上帝就讲一句笑话伫我心内。迄个时候我要行去楼骹去 RPG 啊。因为伫遐个所在足差，所以我要行去楼骹。我伫8楼要去6楼 RPG 的时阵，行落去的时阵，我行楼梯落去时阵，就听到一句敢若笑上帝讲的笑过来，伊讲。迄头壳吼，迄头早敢若狗客共款啊！我就一直笑吼，那了后迄间 RPG 以后，行到6楼发现讲有因一个小小礼拜堂，我看到以后，我心内真安静。迄天甲达摩师咧祈祷，达摩师伊接电话又随讲有较好无？哇！伊个问即句的时候，我心内真温暖啦吼像即大菜吼，结果伫病院吼，偷流目屎啊！无所甲咱问讲有较好无？我就讲有啊，有较好安尼啊吼。啊，经过的人拢足惊，因为足大菜伫遐切目屎啊。所以如果讲伫一个上惊吓的时阵，愈无想要祈祷的时阵，愈无想要学祷的时阵，你就愈爱祈祷，愈爱敬拜。所以伫穆斯林伫伊先从艰苦的时阵，然后伫教会穆斯林因佫开始即个中部大道的时阵。我的牧师娘，伊的身体就愈来愈好，伊的即个健康就愈来愈恢复。所以伫惊吓、伫困苦当中，咱学习用孝顺上帝的恩典，孝念上帝的恩典，用上帝的恩典来面对咱生命当中的坎苦。所以一条诗歌安尼唱：主的恩典你着算着少，主的恩典你敢算会了？主的恩典。逐项想来记啊！咱的歌词啊无共款版本啊，是应该是恁对啦，我毋对啦。所以就讲所以大鼻伫迄个上惊吓的时阵，伊来学咯。学咯是应该是赞美，还是讲感谢？应该是基督徒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上重要的一部分啊。所以咱起做一个。我毋知对当时开始，咱去做一个说感谢主的文化，敢毋是？哇，你今仔较早来哦，感谢主哦。你今仔迄个饭添较济哦，感谢主哦。你看起来较瘦哦，多感谢主你今仔看起来气色袂歹，感谢主。感谢主是真好的文化，真是咱的感谢主，毋但是讲伫嘴里感谢主，咱着爱。伫咱生命当中，以感恩来服侍，以服侍来感恩是啥物？咱的生命是上帝所做的工嘛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讲，咱的生命是上帝做成的工，就是咱爱用咱的生命是啥物？牧师简单讲，就是伫生活搁较简单讲是啥物？伫咱讲的话，咱所做的代志，咱所行所做，来荣光上帝的名。荣光上帝的名，所以伫早前我听到田鸿辉牧师讲一个见证，伊讲早前去伫读神学院的时阵40年前的时阵，迄时阵咱有一个做民间宗教的研究，所以伊受派去台北民权东路一个真有名的庙做文主公，伫遐做调查。老师大家讲，你定定仔甲观察，定定仔甲看，然后。伊去观察去看，结果就看到时间到的时阵，就伫因的即个庙埕头前，庙埕中啊，插一支麦鼓，然后边啊摆足侪塑胶椅啊，然后伊就咧犹豫讲，到底即马要做啥物？结果有真侪人去排队，坐咧边啊等，因亚麦鼓讲啥物？感谢文主公。感谢文主公，然后遐个感谢拢是坐2-3天就发生伫伊身上的代志。哇，摆了长，一人讲2-3句话，都差不多1分钟。感谢文主公的话就讲煞就落去。这代志对伊影响足大，伊讲哇，足侪人感谢文主公，足侪人感谢文主公。总是伫教会当中，咱若是要叫人讲见证的时阵，拢大家拢会讲哇，我昨咧创啊，我昨咧做啥物啊？莫啦，莫叫我讲啦，后摆啦，无就是讲足久以前20-30年前的见证，
搁再讲，搁再讲，搁再讲。咱无将上帝稳定甲上帝伫咱生命当中所有发生好诶代志，放伫咱身上诶时阵，咱就会直到讲要讲见证时，讲袂出见证来。我就反省我家己讲，我伫健康诶时阵，我也无感谢上帝，互我健康。当我肉体病痛、了无爽快时阵，我才来祈求上帝，讲祈求上帝稳定。过去90%、80%的时阵，我是健康的时阵，我毋爱感谢上帝。到有肉体病痛的时阵，我才求求上帝。所以，伫咱健康、伫咱身体勇健的时阵，咱就学习来有即个感恩、感谢上帝，然后宣告起造更较好的健康的身体。伫拄着肉体病痛的时阵，你较会晓祈祷，较会当学乐。较会当倚靠上帝，安听有无？伫咱健康的时阵，咱就袂晓有信心来倚靠上帝；健康的时阵，咱就袂晓学乐上帝；健康的时阵，就袂晓敬拜上帝。伫你的肉体病痛的时阵，安尼你敢会晓学乐？会晓敬拜？会晓感谢？绝对袂晓。伫咱健康的时阵，咱来为着咱健康，为着咱家庭平安来感谢上帝，不断宣告来，不断来建造，不断宣告，就不断来起造咱的生命。不断宣告来起造咱的家庭，所以刘兄姐，伫咱生命当中有拄着真济代志，咱有福势，但是上好的福势，毋是伫教会当中，是咱的生命的见证，是咱生命的见证。用你所讲、你所行、你所思想来学了上帝。逐日，咱就是倚靠上帝来活，福势感恩，感恩福势。以咱的生命来感恩，来见证上帝的大权能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互我有这段时间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求主你帮助我，逐日学习感恩，逐日学习来学乐，逐日学习来告主你的面头前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是咱的因回应诗5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。感谢主上帝大仁义，你的喜乐，你的心我感谢，你丰塞呀，无够命。
即时要来公道。咱为着咱伫即个感恩节期的时阵，搁有即个新生命的工作，搁有咱的即个12月19的即个洗礼礼拜，以及咱的暗时5点的即个点灯的礼拜来献上感谢甲学乐。咱手中所做的工，就是为着要荣光上帝的名，求上帝伫12月19迄天，咱会当有大大的丰收，有真侪百姓者未信者。牧道友，因会当来到教会，会当来确认，会当来洗礼，会当来确信，来跟对上帝的脚步。求主，互咱有即个伫2021年有好的收获，有上帝恩典甲咱三甲伫底。咱做伙扬手呼叫三声主啊，来做伙来祝福咱的教会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来无努力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贵人，我会将我教会所会，才会被神我所关心的，我所听，我所欢迎你们的心，下面的列兄弟，做完你的罪人的心天堂，将我弟弟所听的教会当中，将将我的流落的传递来靠近弟兄中。主来互阮的人顺主来宣传，发上的信息当当，主阮将爱就是我的礼拜，有圣诞节所有一切活动，拢把你的主的心手，因为亲身的帮助，来发来是，阮主你出一家的帮助，这个庆祝来当周边，有你亲身的帮助，有阮活动的时间，甲兄弟兄妹兄弟姊妹，有你亲身的预备，用你保护来洁净，来甲扛伫因的中间。主啊，互因会当得到医治，若五支献上感谢的祭，阮5礼拜日，阮来感谢甲祈祷，伫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亲身的感谢。祈祷各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即是咱要来感恩节的奉献。伫咱周报的内底有页一个即个感恩节奉献的即个奉献录啊。请咱备办若备办好了，咱会当为两边会当到头前遮来奉献。为两边的兄弟姊妹先开始好，咱为遮开始后来为中我遮倒转来，这边为过来。这咱来入邀我祝福满满好月明时无点花啥味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美的梦美，总是专恋的上帝，为你受死真好奇，予你上万的决心，献出听人的根基。我情所
我手敬拜伊，出我伊的歌声，无论情伤伊命，永无散。要花祝福妈妈，要我祝福妈妈，亲像爱弥陀山，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。我们要手敬拜伊，出我伊的歌声，无论情伤伊命，永无散。也就咱今日来吟。残中的白灵是无欠过啥物，山顶的白鸭花，春意现梦里，总是春灵的伤泪，每日相思真好奇，好在像我的假使，变出跳动的滚旗。让我祝福我，亲像爱弥陀山，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。我们要手敬拜伊，出我伊的歌声，无论情伤伊命，永无散。无论情伤。无论情伤伊命，永无散。耶和华，阮的恶乐情伤永无散。感谢你，互阮对2020年到2021年，主啊，规个世界因为疫情，阮有带来真侪死失，真侪病痛，真侪艰苦，真侪欠缺。但是我们永远要宣告，耶和华你的祝福满满。感谢你保护阮平安，主啊，保护阮有勇行，保护阮会当有平安，有出入拢蒙福。主啊，照你所应允的，阮出去要得到福气，入来要得到福气。主啊，阮生得到福气，养会得到福气。主啊，阮做什么拢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赐福，互阮有感恩的心。阮有感恩的服侍，阮有服侍感恩，阮欢喜伫这个感恩的节期，阮用感恩做节献予你。主，你要欢喜阮，阮用感恩来荣耀你，互阮伫过去的日子，阮行过路径。主啊，互阮用感恩的事，阮看见拢有恩典的油滴伫顶面。主啊，伫新的年，你要恩上加恩，福上加福。力上加力，伫阮每一个属你的百姓的身躯顶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事业，伫阮所做大项，献上阮的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咱来吟祝福找紧的诗歌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恩典慈悲，离别上帝受死多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。诚心欢迎，甲人感动，听祈祷人心内，三位一体，甲人相融，一起到万世代，一起到万世代。祝祷咱请牧师。愿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从，信心的感动甲交陪。愿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，
健康、平安、甲福气，以及阿罗上帝感谢上帝的心，甲恁三个直对答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，闭会。